佢好耐見咗好多，仲有好多活動。咁啊難得機會啦，咁我可以咧質詢下你，問下你先。我哋議員就問問題啊嘛，係咪？我好想咧，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？嗱，你頭先講嘅就話以前咧入去搭報警啦或者成咯，咁但係真係基於一啲嘅不幸意外啦，咁啊令到你啦就已經即係失去雙腿啦。雖然你而家仍然都係個生命鬥士，咁但係之後你有冇踏足過吉澳咧？真係未，所以今日能夠聽到我都有啲興奮到嚟緊嘅出年嘅5月咯，我諗住我要組我哋嘅同路人一齊入去感受翻呢一種傳統嘅文化，甚至乎我可以講少少我自己舊事嗱，我以前都嚟過2屆啊，喺度做報警啊，嘟咁樣，即係有啲過往嘅回憶翻嚟俾自己。唔好等5月啦。1月開始啦，係嘛？跟住主席去，佢11號要去係。咁啊，其實我都想帶出個信息嘅。如果去到地方有個平滑嘅地方咧，我可以由香港人創辦嘅由冰壺演變過嚟地壺球，而家就融合我哋國內嘅稱號叫中國旱地冰壺，可以帶一個賽道，帶埋啲球入去共用嘅。不分年齡、不分國籍、不分界限，一個共同嘅體育運動。其實個過程裏邊就係俾到你幾個人嘅一個團隊點樣去策略、去佈局、去破解、去搶分，係非常之有意義嘅。可以入去推廣呢一個文化得嘅。多謝。我咧突然間嘅感受咧就係乜嘢咧？就係阿史泰龍提到呢樣嘢咧，就係佢嘅旅遊其實佢就加埋咗佢嘅體育元素啦，已經啱嘅。其實旅遊其實可以加好多，我哋旅遊可以加文化，旅遊係啊又加美食係咪？旅遊可以加美食，旅遊可以加體育嘅運動嘅體驗。頭先佢講嘅，佢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參加培訓啦、訓練啦，其實都好需要咧唔同嘅旅遊嘅持份者啲嘅配套，包括食啦都係非常之重要。點樣食得好嘅？你都知道，我諗其實大家都知，可能全運會咧，可能我哋在座有一啲朋友都有份參與或者幫手。其實喺個食物嘅提供嘅控制嘅品質咧，都係非常之高嘅。咁啊，亦都係非常之有要求。所以如果唔係點解我哋自己國家隊參加奧運嘅時候，要將自己成隊廚師啊、食物啊、水啊，全部都要帶過去咧咁樣。咁所以喺呢一度咧，咁我哋期待咧就係喺出年嘅時候，阿史泰龍咧帶埋佢啲朋友，我哋咧一班嘅共用嘅文旅係響個吉澳嗰度可以體驗到呢件事，好唔好啊？好，多謝晒，多謝。